台北市最近这几年正在推动老厝文化运动，甲民间合作还一寡老建筑的空间再利用。即马佫甲2间特法价100年老厝带来参与，其中1间佫保留英国美甲的元素，推展这食米饭的文化。 国金车走出怀旧风情，本地是潮化街的米行，嘛是台北市历史建筑，即嘛是民间经营的餐厅，内底的空间保留真侪米行的家私。来我们这边用餐的客人呢，我们都会跟他导览介绍，就是他不是说纯粹来用餐而已，他可以把在地的故事给带走，然后分享给更多他的朋友。 除了米行变餐厅，官邸附近的汉药店空间嘛由卖军种木质商品的文创业者来接手。台北市的老厝文化运动，即马佫增加2个新所在。市府表示，以公司协力，甲老厝翻修佫再利用，预计到年底会有22间厝。那我们市政府在这个计划里面，那提供给厂商，包括它的这个营运的费用，包括这个租金。 甚至房屋税、地价税等等，都可以折抵它的修复的经费。相关租税减少，吸引业者的投资。市府表示，目前伫台北市有500几项的文化资产，其中有100多项伫大稻埕，真侪是老厝搁再利用。希望民众透过老厝的活法，了解4棵位仔的历史，嘛通感受新气味。记者陈阿伯李旭凯台北采访报道。